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咧讲见丢搁发喙手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丢。读倒有丢第一条，丢的意思就是单调合格。若是讲载物件伤过重，但是讲伤重就要等入去到水底来减轻重量，或者丢水。另外，这个丢嘛有放离的意思，像讲古早有一个词，读做丢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健丢，会当讲是一个人的骹手真溜俩、真活骨、真活动、真活泼，或者是讲跳踏跳踏，嘛会当形容一个人看起来怪怪，搁真笑亏，意思我劲国比。第二个词读做丢水，这个意思是讲甲船顶的物件等落去到水里来减轻船的重量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英国红牛节跳水比赛，有个人会穿特殊的服装，有个人是健丢搁发喙手，会家己穿假丝。若是要搁较技巧，就用船的造型来载物件跳水。落尾发现物件伤过济，就丢水来减轻重量，才跳落水，请大家注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